切斯特嘅天空，有一陣味係熱騰騰嘅奶茶同咖啡香，同埋草地上嘅汗水。Kong 啊，唔止係一個名，更係一種喺陌生地方都要堅持同執着嘅香港精神。由香港去到曼徹斯特，經歷幾多個春夏秋冬，放低以前種種名利，重新學習點樣扎根喺呢個屋企，仲擁第一條心，由革命做到開咖啡，建立呢個基地，係想有個地方俾大家聚一聚，散下悶氣。呢度有米先有豬排有咖喱，更有熟悉嘅廣東話，就算生活有時唔太如意，心態都一樣要豁達隨意。以前係香港我都冇時間陪啲仔女，而家喺呢啲度先知道家庭係最珍貴嘅堡壘。做翻最真嘅香港人，無論路有幾遠，團結就係我哋嘅靈魂。香氣穿過街頭，熱血仲喺度燃燒，我哋踢好每場波，做翻最真嘅香港人，無論路有幾遠，團結就係我哋嘅靈魂。睇下 Kong 嘅 FC， 由中下游打到升班，嚟球場上無分你我，只有香港人嘅硬頸同擔當。40歲老將帶住17歲衝，全城唔止係舊記，仲係嗰份唔認命嘅初衷。有人誤解，或者用放大鏡睇，我哋用表現話俾佢知我哋係邊位，我哋又係宣傳大使，用足球同社區聯繫，等本地人知道香港人嘅貢獻係正面。就算有人投訴或者有唔同嘅意見，我哋堅持做正確嘅事，冇要惹何後果同考驗。好老路樣嘢，安靜守住嗰份執着，喺歷史嘅記錄，亦喺我哋內心嘅寄託。我哋從來冇忘記當初點解要遠走他方。穿過街頭，熱血仲喺度燃燒，我哋踢好每場波，做翻最真嘅香港人，無論路有幾遠，團結就係我哋嘅靈魂。香氣穿過街頭，熱血仲喺度燃燒，我哋踢好每場波，做翻最真嘅香港人，無論路有幾遠，團結就係我哋嘅靈魂。一人一分力，社群先會成形，一步一腳印，故事先會成形。用足球作為橋梁，聯繫本地英國社群同港人社群嘅正面形象。無論係喺球場多進，定喺咖啡沖咖啡，我哋都係 Kong，永遠將意執演。